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柯志伟。那立党要拼2020总统大选，总统蔡英文要争取独派支持，那韩国瑜即要推出新移民政策。国内保底大数是逐年增加，顶一摆调查已经增加到19.3%，学者认为明年恐惊会超过20%。南投溪头的自然教育园区，游客拄到高山抢物件，互游客惊一条。新闻就开始，先看到总统蔡英文今日出席陈良基新册发表会，想要争取独派支持。那台北市长郭文铁则参加客家活动，替民众党争取客家票源。总统加油！加油声不断，2020总统选举继续加温。总统蔡英文在去出席法律学者陈良基的新册发表会，受到热烈欢迎。因为陈良基长期推动台湾国际地位的正常化，进前也参与蔡赖配的支持联署。蔡总统出席，不料有争取独派等的支持，并且为蔡赖配加温。身为总统，这3年多以来，我每一天在思考的，都是在国际局势的变化下，我们台湾如何来应变这个国际情势的变化。行政院长苏贞昌假日也真无闲，早起时早各个所访到的防洪计划，一连日来因为陈同佳案引起魔鬼刷的争议，继续拖烧。不过以炮火无减，继续批评蓝营想要就此将伊杀落台。学生一再被打、被杀、被失踪，毫不同情，却要为临阵脱逃。为港府解套来破坏的人，就是魔鬼。新加民众党主席身份的台北市长郭文哲是参加客家活动，被外界解读是为了甲客家妹自己的蔡总统烧制客家的票源。还是一样嘛，尽量嘛，就是我们就每天诚恳的上班，诚恳的工作，这样就好了。2020总统大选无到3个月，郭文哲拼市政，为民众党加分，另也以政绩甲行动稳固票源，各户人马各自拍拼，任何会当吸收的支持者，拢爱好好立调的，争取最后的胜利。记者综合报道。想要争取新移民选票，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这是发表新移民政策，要放宽健保的家保规定，成立统一制度。帮助因进入台湾正头路，伊嘛伫澎湖讲要推动澎湖小三通。韩国瑜当选，看韩国瑜当选，为了争取50万户新移民选票，韩国瑜定下下昼抛出新移民政策牛肉，强调当选后将放宽健保立法规定，并且成立国家级分级分类的统一制度，帮助新移民融入台湾的职场。党主席高敦义也无袂记咧纠关国民党的选情。第一丢选总统要选给韩国瑜，好不好？好。第2张票要投给中国国民党的立委候选人。韩国瑜这2天是到澎湖进行倾听之旅，除了到开台天后宫参拜，也成立联合竞选总部。韩国瑜一直杀澎湖小三通等的离岛政策牛肉，对免费游学证件遭到总统蔡英文批评，支票哪大，跳票哪济。韩国瑜讲跳票能力要害予蔡英文。跳票2个字可能要还给蔡英文总统本人。劳工政策以及能源政策，包括电费绝对不调整，结果也都调整了。就算是宣布无参选总统，退出国民党的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人气无减。伊下昼到台中举行感恩活动，民众党发起人蔡壁如也到场。郭台铭兴致一来，唔那甲家后真心因唱歌，也要替参选立委的郭家军加油。要监督行政部门的执行执法，这些都是立法委员的职权。我们要挑一些好的、那有政见的、有理想的立法委员代表我们进国会发言。我们这样说好不好？郭台铭烦恼囡仔生得少，危害国安，希望郭家军进入国会推动相关立法。韩国瑜也关心少年人选票，也将抛出青年政策牛肉，希望解决少年世代出路等的困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香港反送中运动，目前演变做示威民众甲支持警察的人事对立的状况，两边阵营为游行抗议变做经济对抗。勇武派示威者破坏中枢，或者是支持中国哪点？那支持反送中运动的点，即讲是5点。
拜六香港示威民众同消费去支持5点。香港红磡龙门平息，礼拜六一早门口就排甲长路，这消费者差不多拢是香港示威群众特别来消费，支持店家。龙门平息头家因为支持反送中，也把帮助抗人士一直遭到恐吓，就伫24透早5点外，被4名摕着铁棍的查甫人攻店，估算损失差不多10万港票。示威群众一日发起全港18区扑灭行动，以实际消费者收聽支持反送中的5店。係啲好無理嘅理由，俾啲藍絲去攻擊，覺得好差，所以我想用經濟方面幫助下佢。香港有支持反送中5店，也有支持中國港警的拿店。即間兩人加倍地租，選擇受停警方，並打滿一張藍色停港警標語，伊講表明立場後定定被恐嚇，生理一度落九成，暗過堅持落來，所以外傾被招中國旅客就門。我相信係黃嘅啲佢哋唔會中意我咯，係藍嘅啲佢哋湧住嚟衝嚟支持我咯。咁你話算唔算影響？有好嘅影響，有唔好影響。但係其實影響咗香港人嘅心情，或者可能喺有時市面上逢星期六日出面好緊張，而啲人唔敢出街，而佢哋冇敢嚟，可能會影響個生意。之前一間勇武派示威群眾鎖定中珠店頭破壞，甚至放火，引起香港社會各界關心。佢哋唔應該大肆破壞咯，一唔啱佢哋嘅嘢，佢哋就走去周圍去又私了人哋，嗰啲我覺得唔啱咯。香港示威群眾加支持中國人士，正做黃藍兩種勢力，隨着抗爭繼續落去，也一直分離香港社會。記者綜合報道。衛福部宣布，明年調懸6個縣市上架生活費，包括台北市、新北市、桃市、台中市及金門兩港地區。其中以台北市17005塊上懸，這嘛代表低收入、中低收入嘅調價會較低。明年散車限制要調懸咯。衛福部日前公布全台各縣市上架生活費，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及金門兩港地區攏調懸，代表應申請低收、中低收入戶的限制變低，適用對象變低。基本上可以知道，就支配所得確實是提高。那所得的來源很重要，當然可能就是他透過就業取得。根據衛福部公告，明年台北市上架生活費調到17005塊，新北市15500塊，桃園市15281塊，台中市14596塊，加金門兩港縣11648塊。不過，就喺散車限制年年調懸的同時，國內貧富差距卻是繼續惡化。根據主計總處2018年家庭收支調查，去年上懸所得組比上架所得組懸出了6.09倍，是近6年上懸。若是進一步觀察，今年係數，去年是0.338，是7年相對觀點，顯示貧富差距繼續擴大。最低生活費它是要反映的就是最近的，就是這個所得的狀況來當做這個貧窮線的標準啦。但真正的目的還是希望政府就是有一個客觀的標準那麼來界定什麼叫低收入戶，什麼叫中低收入戶。學者表示，現行評估中低收入、低收入有動產、不動產、存款、存偌濟，加以戶為單位所算的平均所得，必須3項攏符合標準，才能申請補助。儘管政府近年來一直攏有修正申請的標準，不過在發放補助的同時，政府也應該思考如何協助民眾脫貧，按若無會繼續挖苦福利的現象會加深。記者綜合報道。貧富差距變大，一般人是買不起厝，不過主計總處統計，國內保底大厝是逐年增加，頂一擺調查已經增加到19.3%。學者認為，以種情形來看，等到明年調查的時陣，恐驚可以超過20%。房價壓懸落落來，互國內多數無厝的人派到沉重的技術壓力。根據主計總處歷次普查顯示，國內空體率是逐年提升。以1966年來講，當時空體率只有1.7%，不過到了1980年已經增加到13.1%。2010年的調查佫開始升到19.3%。學者表示，以趨勢來算，每年辦理10年一擺的人口主體普查的時陣，空體率恐驚也佫會提升。正常國外的空屋率大概3到5%吧，那我們現在已經就達到將近20%。高空屋率表示隱含的
是供过于求，这个经济学上来讲是很不合理的啦。所以我想，这都是要代表着资源的无效利用或者浪费资源。学者认为，政府昨年才进行一摆普查，加上国内的自体持有成本过低，拢是造成自体使用率降低原因。政府应该爱护自体回归以基础为主、投资为辅，才会当改善高房价。另外，以前一摆调查都会当看到北部地区空厝增加的速度上紧。其中，国语家人上悬，超过25.5%，北市是13.4%，是全国上价。基隆那边也推案推了不少。从2014的房市反转之后，它整个去化速度没有那么快，所以你就可以发现说，就是它的整个余屋量的部分的话就比较大一点。台北其实就是说的人口比较密集，在市中心的一些速地可能比较少一点，推案量并没有那么大，所以你会发现说它的空闲住宅还是比较少的。房屋比价平台表示，近2年建商请照甲推案量一直清悬，但不过整体交易量也是处伫历史上的低档，加上卖的状况并无大家想的好，所以未来房市后市有缘存在分忧。记者综合报道。厝是无人住，毋过受到少子化影响，学校煞是无学生来读，毋过也是有不少技术学院要申请改名做科技大学。今年到礼宾技术学院、甲经国管理健康学院申请无过。高教工会批评，过去政府是鼓励转型做大学，但都无看到技职教育的重要性。受少子化影响，今年传出真一间技术学院停办，不过依然有不少技术学院要并申请改名为科技大学。今年传出礼宾技术学院甲经国管理健康学院2间申请无过。一个是黎明技术学院，那一个是经国技术学院。那他学校必须要获得出席委员的2/3以上的同意。其实，在学校改名之后，我们还是会去做持续的一个追踪。教育部表示，申请改名爱审查校舍面积、学校总数甲近3年评鉴成绩。近5年有6间技术学院顺利申请改名，不过为自2014年以来，有英达技术学院、高雄数位学院、高美医专、亚太技术学院、南京科大5间大专院校退场，私校工会指责教育部无严格把关。那东方设计大学才升格2年，短2年就发生财务的困难。事实上，教育部并没有严格的把关，我们认为是有放水的嫌疑啊。政府用很粗糙的方式，叫做让私立的专科学校改制为技术学院，升格为科技大学，然后对大学给予比较多的奖补助的时候，学院就很难生存。高教工会批评政府过去鼓励技职转型大学，无重视技职教育整体资源分配无平均。礼宾技术学院表示，申请基本勘证甲校务评鉴拢通过，未来有缘的积极争取。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所来到英国货柜车39个人死去被救，已经有4人叫警方逮捕，其中25岁司机罗宾森，28叫检方以过失杀人罪起诉。另外，死者原本向认为是中国籍，不过上线的证据显示，因大部分可能是摕假护照，想要偷渡的越南籍人士。艾莎克斯郡格雷斯市23冷冻货柜车命案的39名死者，因辨识身份的证件真少，警方只用为指纹、DNA 甲身上皮肤所切的图、伤痕这特征来验证。所有遗体已经全部送去病院进行解剖甲检验。一开始，警方原本以为死者拢是中国籍，不过案发了后，英国的越南社群组织接到几个家庭通报家人失联，到目前为止人数已经有20人，年岁是伫个15到45岁之间。英国警方一直到证实因会见越南驻英国大使，将协助家属死者的身份验证证书。don't know exactly the nationality of our individuals, but at the moment I'm going to focus and engage as much as I possibly can within the Vietnamese community. 出身越南北部安城县的20岁查甫人翁天良，伊的爸爸26向媒体证实，后生是坐为比利时进入英国的这台货柜车偷渡，因为家境散车加上欠钱，伊要去欧洲罗马尼亚、德国做务工。几个月前，伊开喙爱故乡的太太斗相共，借11000英镑的费用，伊才用为德国偷渡到英国。Gheo tụi tôi đói,
đi lính về rồi rất là nọ tiền vay vốn làm vay vài trăm triệu làm cái nhà đây này lấy cưới vợ này. Cưới vợ lên nửa nên không có rồi đi xuất khẩu lao động kiếm ăn nhà quê mình có làm cái gì ra tiền đâu。安城是越南上散车新婚之日，村民向路透社记者表示，真济罹难者爸母是将厝卖掉，互囡仔做偷渡费，互因去英国找找更较好的生活。这件定价国际偷渡命案，英国警方抓到4名嫌犯，其中25岁货柜车司机罗宾森被检方以过失杀人罪、人口走私、洗钱等罪名起诉。28日第一摆出庭应讯，记者综合报道。西班牙的巴塞隆纳20日有35万人上街头示威，声援强迫型世界教会分裂运动领袖，立即游行算是和平理性。暗过到暗时，有一个独立的行动团体就几多千人攻击警察总部，爆发警民冲突。西班牙最高法院这个月14以煽动叛乱罪名判9名加泰隆尼亚分离运动领袖9年甲13年之间的徒刑，引起连续街头示威。过来的草根性独立团体号召民众，20日将巴塞隆纳市中心车路全部占起来。和平水区甲圣家堂之间的市中心大路出现人客人独立机啊四界飞的情形。Si ells no ens volen escoltar i no es volen assentar a dialogar, què és el que nosaltres volem, sempre hem defensat la no violència, no ens reflectim amb el que ha estat passant a Barcelona. Els independentistes no som violents, volem el nostre país, volem ser lliures. 这场有35万人大游行和平理性结束，暗过暗时一独立行动团体号召几千人伫警察总部门前示威，因对镇暴警察拼塑胶球、管啊甲石头，警方以盾牌、警棍各出动防暴车，对脱事示威者进行驱离，过程中至少有6人受伤送医。加泰隆尼亚紧急医疗机构的统计显示，14到20这段期间的街头示威，受伤送医人数有593人，其中289人是警察。西班牙总理桑切斯20日伫社会动一场集会活动，指暴力示威是对加泰隆尼亚社会攻击。Oye, la que vimos en las calles de Barcelona el pasado fin de semana fue bastante claro. Lo que vimos no fue un enfrentamiento entre la policía y los violentos. Lo que vimos fue un ataque de los violentos a la sociedad catalana y entre medias la Policía Nacional, la Guardia Civil y los Mossos de Escuadra defendiendo precisamente a la sociedad catalana. 虽然分离团体街路活动声势真大，不过因地区议会并无掌握绝对多数席次。最近民调显示，有44%到48%加泰隆尼亚人反对独立。后民将这场危机看作是西班牙内部代志，对独派提出请求是第唔知。不过，北京告这代志对西班牙民主名声有损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意外事件，今中到基隆北海岸到东北角附近发生冰船意外。有5个人摔落海，好在边啊另外一只渔船的船长受发现，赶紧救人。那海巡嘛随赶到位，这5个人拢平安抢救起来。海巡表示，接到通报了后，随赶到现场救人，发现圣诞船长甲一个钓客拢总2个人，拍伫并客渔船等人救，随将救生员等向船长甲钓客一个救起来。目前冰船原因搁伫调查。台电通宵火力发电厂的旧技术是要进行汰换铁柱，伫昨暗5点半，2号烟筒都以亲像臭球的方式进行铁柱作业，有真侪民众是翕到倒落去画面。时间接近尾暗嘛，民众就伫苗栗通宵电厂的大烟筒边啊，要记录这震撼又个纪念性的一刻。120公尺高的大烟筒倒落来，引发真大声音，还佫引起阵阵的影响。换一个角度来看，原本直直的大烟筒，就参照被臭球的方式来倒伫涂骹，看起来真震撼。嘛有民众想讲是爆炸。拜六尾仔5点外，苗栗通宵火力发电厂的2号机烟筒进行坑倒的作业。当地民众表示，就是要来见证历史。很大声，很大声，好，然后再聆听，然后黑色碎片喷出来。这我土生土长的地方，所以跟我的感情蛮深厚的。然后就是突然间就是倒下来的，很不舍。
当地民众表示，这几架大烟筒是为72年建造到即马，每一架有120公尺悬，成为苗栗通宵的地标。因陆续汰换成为更加新的天然气机组。今年5月，陆续开始进行烟筒的拆除作业。经过评估，第2、3号机的烟筒，因为周边的空间有够，以坑道的方式来进行。震动太大的话，前场跳机的话，整个会影响整个台电系统的负载，所以我们调度处就规定我们的要在晚上的时候负载比较低的时候来放导。台电表示，包括坑道的时间点甲工法，拢有经过真详细的评估。而1号机的旧烟筒，因为护地有限，而且已经采取切割的工法，目前已经拆除差不多3成。2号甲3号以坑道的方式来进行，除了来加强提醒民众，卖加强夜水防止营业。记者苗栗采访报道。为游客伫南投溪头自然教育园区休困，说是拄到高山啊，将游客物件抢走进行，这互民众惊一跳。自然教育园区嘛，互民众卖饲高山啊。高山坐伫石头顶大喙接红果，不时还阁挖头四界看卖咧。虽然边仔人来来去去，伊拢毋惊人，还阁跳起头前的倒啊抢捧，阁跳到石头顶管食。太快了吧，好恐怖哦！好恐怖。画面看起来真趣味，不过有游客也是惊一大跳。南投溪头自然教育园区自然生态真丰富，吸引真侪人来遮佚佗。不过有民众感觉看到高山的几率愈来愈悬，甚至阁主动抢人的食物，行为愈来愈过分。过去常常有游客都习惯来喂食这些野生动物啊，比如说猕猴、松鼠等等。那我们在这边要呼吁我们入园的游客希望他们不要来喂食。另外，赤白碰瓷也有同款的行为，甲人的活动范围愈来愈接近以外，也会主动讨物件食。学者表示，长久以来，游客饲物件，除了让野生动物失去家己找物件食的能力，也激发学习效应。只要看到有人摕到塑胶袋啊，都会想到食物件。我们拿出来给他，他知道之后，下次他就想要这个食物嘛。要这个食物，当然你没有给他，他就。不要看到有袋子的，或者是有塑胶袋，他就去抢。然后呢，我们也没有教训他，所以呢，造成他就更嚣张。对，因为大家怕他，然后后来他们就抖来抖去，他就更抢得更严重。猴子它是整群体活动嘛，所以它的学习力很强，所以这几个猴子的个体行为可能会影响到整群的猴子的行为。学者认为，高山的学习能力真强，佮加上是斗阵生活，卡使因为无画出界线，抢物件甲挖苦的行为会愈来愈明显。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到澎湖县政府这几年一直推动山河人工保育，即嘛民间嘛做伙做，还有公民基金会直接伫海底培育山河，再进去附近海层。今年增外比例是有6成，因希望10年会当建出半个卡球场这么大。创水到海草层，将一张一张放伫沙条顶的竹坑船坞，用浅菜法种落去。海洋公民基金会今年开始，伫澎湖内湾的跨海大桥海域，试着将600张人工保育的船坞种到海层内。伫去年，因已经先试过第2层证实，经过1年，船坞存活率达到6成。在2008年的寒害的时候，对我们澎湖的海洋生态有非常严重的伤害。到现在其实已经快要2020年了，照理来说，海洋它会有一个自己治愈的能力，但是我们必须要给它时间恢复跟休息。但是现在其实没有海洋，并没有恢复到这样的状况。澎湖南方四岛有达到6-7成的船坞，也毋过澎湖四大岛之间的内湾已经真久无进行调查。民众会记得10多年前，伫真浅的海岸就会当看到船坞，为了保育。基金会为澎湖县政府的正在环市场人工保育船坞做发言心，直接伫海内设置富裕场。船坞若试得成功，已经连续3年拢会当分出600张来种。这样的一个活存率，到底哪一个区块比较好？那接下来明年的计划就是以多样性为主，然后重新找一个适合的海床，用适合的方式再把这一些珊瑚福一场旅院培育出来的这一些珊瑚的幼株，重新全部把它种回去。基金会也试着伫几啊种无同所在种船坞，希望找出适合人工保育的海蟹甲船坞品种，将当年种植量增加，10年了后种植面积要达到半个卡球场，并且今年也要发起由在地家己进行船坞总体检。记者综合报道。
咱做回来关心明仔天气状况。北部地区是20度到30度，中部地区是22度到31度，南部地区是23度到32度，东部地区是21度到29度。安那外岛地区是19度到28度。新闻最后，带大家到天去墨西哥看小跳游行。感谢您收看今日 AM 新闻，明仔同一时间咱再会。